好多人問 Future Vita 究竟係乜嘢嚟？佢唔係藥，更唔係一般嘅普通保健品。Future Vita 係一套嚟自加拿大嘅細胞管理系統。Future Vita 呢個名意思就係未來嘅生命取決於細胞管理，代表住最高品質嘅營養解決方案。第一，營養唔係俾胃食嘅，而係俾細胞食，即係細胞嘅飯，每日食嘅嘢落咗肚，最終都要入細胞嘅層面，先至可以真正對身體發揮嘅價值。第二，大多數人唔係營養過剩，而係營養唔均衡。有好多人補咗咁多年，其實只係食咗落肚，身體根本冇真正吸收同利用到。第三， Future Vita 嘅核心就係將營養價值送到細胞嘅層面，做到靶向性將細胞重生同修復。所以話 Future Vita 就係全方位最高品質嘅營養解決方案。